接下下来看立委点钟六，一心想讲爱为弱势的声音呢，争取更多强烈。前义妇联盟执行长王永明对于东海大学社工呢毕业过后，入替义妇联盟做社工，对安置本人部下的红爱也得工作来实施，多多嘅拓展到保护受到苦痛的声音呢，也得工作。今年王永明去做国民党部分区立委，入到政坛，亦希望将论立委嘅身份同职权建立完整嘅儿童保护体内，本国家个重视儿少议题。看待所有的声音呢，平稳快乐的生命状态，係立委王永明長久以來嘅信念。對社工呢出院過後，就到去兒童聯盟做社工人員。第18年前的一場記者會後，檢聽的繼續為弱勢兒童服務的決心。因為你就是看到將近有10幾位的家長，然後就哭着，然後就不知道他的孩子在哪裡，所以你當下就會覺得說，我可以多做一點什麼，就是來解決他們的痛苦。政府是要照顧我們這一些廣大的父母親，支持他照顧孩子，在發放育兒津貼這一塊，要卡這麼多東西。將兒少優先四大態勢擺在頭前，王永明對兒童聯盟執行長貴州立法委員，諮詢各部會首長，既唔係用太上改，也冇用上到位問其實力的方言，唔過一字一句都係為兒童少年來發聲。我想要在立法院裡面發揮我這個立委的角色跟功能，好好去質詢，或者是提出該修正的法案。那透過一個比較完整的這個兒保體系，來確保孩子的生命安全。作為立委過後，王永明行喺早上出席兒童聯盟辦的記者會，關心兒少議題，問其操持記，冇變過任何一個做對為聲音的發聲嘅機會，因為佢知道聲音呢就係國家必對嘅重任。如果沒有主人翁，我們其他福利都不用談了。所以在這個部分呢，我也希望說，可以在少子化的議題，可以多去監督政府，做出一些更支持性、友善的托育政策。希望透過立委嘅身份之前，改變弱勢兒童嘅生命方向。王永明繼續參加各項兒少公益活動，雖然喺服務嘅過程當中，有時就會知道做唔到自家理想，唔過三位家家喺結案當中看到希望。從係經過為安東年嘅大病，總算聽到失蹤聲音嘅第一，佢都會知道特別歡喜。找到一個失蹤13年小女生，那就會覺得好像很多事情真的，你只要不放棄，就還有希望。無論係條條下嘅社工工作，還係作為兒童聯盟執行長，都見已經有啲發現。過程當中，王永明一擺又一擺對弱勢兒童有為認識，每本家了安慰。對佢來講，也了認識未變作為佢天初會開起來嘅基因。那像921也是一夜之間134個孩子，他們失去了父母親，那個痛是沒有辦法形容的，那個無助也是沒有辦法形容的。那所以當下我們自己就做了決定，就是說我們要陪伴這些孩子到長大為止。對9年以後後來的認識，王永明繼續10多年批定所在聲音的聲音狀態，佢肯定按到聲音的遇到困難過後，又再個起哄起來。王永明無論哪一公司都做一個事故也了未來重要的角色，繼續為也了發聲。客新聞齊志偉、陳鳳偉、王子涵特別報道。